是凤台前，莲台从。思成意何？最缘同。哎呀，四八飘啊，三风堂。公主是我等无义娘夫，请公主原谅。爱看你讲话无老实，你呀，可是还提倡嘅肺腑之言呐、罢了。说你无心犯错，给你就应该。应该用办。老爱陪你呀。公主都也同情他的，提倡才马上劳你陪你。且慢，那有按简单就表你感受，爱爱你。讲来，下马魁铁。呀呀呸！提枪天朝一将中，天人下跪唔叫我，地前就该开本锁，表爱向天先干渴。娘嘅妇女若是在我之上，我就表你向天回转，大家讲法，那是你说的，尊连你一同留下。留爱做乜该？留你嘛。可分可恼也。一骑三千，无名不亡；一太傅爷，你心口可呀！哦，悲哀铁枪啊！难逃啊！走！混战六年，剑之风啊，为太明安永远啊！
爱担当官，虽然人手体偏，恨得百姓刻苦耐劳，终身同心，年年风调雨顺，马中用皮，都呀无色无力呀！唉，可惜天下无子，他人难生太同。太王。公主大力回宫，臣子公主觐见。公主上天。娘子，神速从，多谢父王母后。此番打猎，你多数心咯。哎呀，凤，看你此欢喜，听起风俗一回呀。父王，凤此番打猎，庆祝当年送奖一回。啊！上我国老松绑，上岸放牧，因何无言事故，兴兵到来呀？凤五，你将其送奖擒拿，强强两国，我同喜甘苦啊！母后，迄宋兵无理侵犯，吾意并无不对啊！那凤五少年时
阵就是其宋朝叛逆，并非古文附送。虽然讲咋是宋朝无理，到底还是联邦西好，莫讲是从强发落。你呀，能否即否能给还是给？奉后公诈有理，来人啊！才将披秦宋江押送天来。太王有旨，将宋江押送来。披秦宋江报送命来。宋朝主将铁强，爱行不改名，错不改姓，太宗先锋官赵天贵，副先锋免天贵。铁强见了古王，为何不愧？呀呀呸！你非是我的君王，是可神不可用，爱窥天窥地，就是唔愧嘅反王。可闹哇！可恨陪你提枪王，公爱边上宋太宗，来采金田莫悔，推开难用力不动。宋爱太将还藐视古王，来人呐！猜将铁枪押出去斩了。遵命，枪嘛！父王，铁枪不过调查路径，粗行我国，并非有意所想啊！国王，奉吾讲诈有理，既无意侵犯，不斩也怕。嘿，那是无意侵犯，应该赔你，也不应该通了刀枪啊！太王，铁强也是再三陪你，无奈永主唔肯干休啊！凤，你也就是你个不对嘞，将其3年放宽，两旁退下。铁强，方才是古王未曾明察，但念你无意侵犯，并以等回转。哦，人人都讲啊，你也反帮蛮横无理，也无想到你也反王以此宽宏大量啊！哈哈，嘿，我爱多罪，多恰太王。枪嘛！父王，并唔得，啊？为何又并唔得啦？爱讲并唔得就并唔得咩？奉吾兵又兵唔得，斩又斩唔得，你到底是何主意？父王，你看铁枪记样办啊？父王老年昏发，我又唔会看相啊！父王，你看看准地位啊！国王，奉吾请你看，你就看嘛。好，爱看。铁强，太王，苏草，恰错。奉人个啊，
番啊，八宝公主武当当健看恩太公铁枪啊，嘿嘿，不明个啊，莫论功法。父王，你到底有看清楚吗？看清楚嘞，苟言尊喜非凡呐！所以真的冇错，俩铁枪啊，果然人才出众。所以用得啦。啊，风也不赞，也不表，你都带运用办啊！错啊，你都带安用版。是。哎呀，太公啊！既蒙圣恩，爱表我等回转，铁枪还有军务财神，不能再次交流，就此拜撇。小万，风既生生叽叽讲爱笑，你还有乜嘅话爱讲？是。公主，机会难得，公主你家家讲啊。我用办可以求啊。那么敷衍，你做得去推爱讲啊？爱去讲，好，爱来去推你讲，好，铁将军。铁枪家中并无透气呀。含在你心中，情有所钟，情有所钟。铁枪心中并无意中人啊。谈对一般呢，铁将军，我再来问你，你看我家公主如何？公主记妇女求权，貌似天仙。公主，你看铁将军对你有意思啊？给爱，我如何？公主，你就应该快刀斩乱麻，家家并个贵王放后。说得有理。